哪位？我叫谢淑媛，叫我 Annie 就可以了。你要晓讲学吧？嗯，你真今天名不虚传呢，拼命三娘啊，就叫不啰嗦泡沫红茶。欢迎各位来到不啰嗦泡沫红茶。本人姓罗，但是一点也不啰嗦。灵魂嘅阿妹只会做大事，人就去睇條架。誰我不聽人講我，做壞計唔地放縱，從多個聽人講我，要企到上做貓王，個落去會變難用，上個冇機關於上，成功嘅夢，為這樣開始投降。前頭兩個我，穿梭在內其條空，是當朝頭兩個我，我出現難多形容，個落見嚴並安安，相當應成成功嘅。来，设计。你唔信啊？出汗以後哦，食啤酒哦，最爽的呢。出汗嘅香，用香啊。吃东西啊，要不给东西哦，真好食呢。来老靈魂哦，從頭來身呢。是啊。用完咯，身體冇爽快嘛。平常時候唔係正好講法唄。冇啊，愛請什麼呢？什麼？對嘛個什麼啊？愛啊？對愛什麼？用歪咯？唔知嘛，我本來係個做店斷飛促銷小姐，為到前去正式個業務工作，我將1年當做6年了，每年工作8點鐘，我去做16點鐘，真無簡單，總本主管看中我，真呢愛團吹。人係想去強用啦，唔過然後係真失望啦。不過，親大嫂，我老豆唔老個強用，係靠自家嘅能力，到台北大兵嘅客家呢。那係啊。咁係安呢？我後台暗暗，你做得感受大兵20年。哦，原來係亞洲演員啊！收翻你女咧，硬特別咯，加青島嘅蒜條，留7千塔哦。安子先咧。一位小姐，迄硬是你女朋友哦。哦，後來你唔講哦。冇亂講啊，係同事啊，我到安妮，你咩客人哦？當然是客吧。誒，一位小姐，你有冇食東西哦？
无讲你扣面的嘛。无啦，来，平平迄客家人吼，来，来给你一杯啊！唔用客气啦。来啦，来啦，来啦。是吹是吹。哎，你按不去哦，唔许爱分家过啊！因恁哦，上路的客家人吼，每一集是迄大片的男主分呐。你承认你这种任务吼，一定冇问题啊！爱赌记吼，双火开始是比佢拼命商人嘅高薪吼，干讲多咧啊！据说吼，手老去买酒买到你啊下咧啦。佢呀做过送火宴啊？系啊，亲像一从嘅时间是要送火，不过吼，佢亲像吼要天手吼，老酒全部办好势，啊明明唔许赢公司买目酒，是要天数帮我变呐，千3万哦。大家，安子先呢？安尼稳妥嘛？电话吼，要位手机哦，怎讲啊？后腿凊硬啦。讲来吼，都在减少大兵医生员。嘛甲后退，那样唔对，那是由后退吼，佮巧局是好了啊，用是做到分流脉络，做通的哦，啊！好啦，啉酒啦，无再搁讲遐吼后退唔后退嘅事情啦。来，两边迄个干伊，干杯！干杯！大家来，哦，按姿势。数字五吼按9咧呢，你吼安尼强样呢，啊，都无变呢，按好呢。是这啦。左边一点，你再左边一点。好，上去一点。好，可以贴了。哎，罗爸罗妈，小罗爸罗妈来了，你们好，欢迎。我请人节目。哎，对好吃吗？那演员都可能安太招牌的呢。哎，来看。罗妈坐啊坐，好啊。哎呦，唔生气嘛哈！哎，咩都参样样诶。阿强啊，你想讲奶球的正式开张的时间，要来做宣传。差唔多有一个想法，到时候啊，一定老银行的木珠全部想过来。大家好，阿妮，你来咧？欢迎，安妮坐啊。天今年师妹，当然我来恭喜一下嘞。来，招财猫祝你得胜利，节节高升，穿台前。安子生，来，哎，也系挨爸，也系挨妹。阿爸，爸妹好，嘿，喺挨安妮就好嘞，俺们喺下家面。哎呀，赶紧的。来，大家起来试试看。这个是小罗刚刚调好的冰博绿茶，哦，你都喝喝看。米酒不差呢，有啉哦。错诶，俺感觉同好啉呢。哎，但是还是很差一米啊。阿强啊，你个同人家公司的洋酒哪里也卖上错啊？阿爸，泡沫红茶店做面得卖酒嘞。你让我做唔得啊！唔看人家嘅小鲜酒有嘛，佢都表卖嘅，哦，还有个保利达啤有嘛，人还掺嘅呢养乐多，哦，还有个威士忌，人还个掺个小壶咖啡个冲下啉，让我做唔得啦。你讲真的假的哈？当然真的。讲的不得不切的。哎，这，乜咁不得不切的？错诶，按你讲也错，好点子。想到马该喏。不过还要试看哪样地，做得也做唔得。嘿，唔讲，挨老董讲的话，一定要挨个道理的。
喂，都可以做乜雞啊？踢酒啊？暗暗咧，還唔准去翕困，廿一點就要正式開鐘咧，一定有一太多嘅事無限咯。我啊，就會將開種嘅樣式哦，睇無限，想老促銷計劃嘅個添出來啊。我來聽數啦。好啊，唔連看呢，有隻咩事？根本要聽到阿爸講嘅話哦，本來想到，人哋嘅酒哦，迄加一式嘅飲料哦，就做得順口又好啉。日本銀座酒店嘅小姐哦，都會留威士忌摻水，迄加配飲料，用調酒嘅方法應該也做得啦。不過大部分一調酒嘅基本酒都係單味口味嘅酒誒。古所調酒嘅配方哦，真複雜，係用威士忌來調哦，就真簡單啦。錯啦！如果只要幾盎司的威士忌，加上飲料，啊，好大條誒！你要吃到安尼啊？太好了，我哋咧吃零看呢，加乜加最好啉。哦，你看呢？調下嘅種哦，氣泡水調出來哦，最單純、最好啉啦。我還沒試到安呢，而且感覺高雅又時髦。老 Q，咱請到最好嘅飲法咧，很爽喎！兩一口氣總會出現兩隻號碼，你冇看中你飛天花，到底係乜一口啊？靈魂咯，7676就會加油加油啊！530就會愛上00就會記啊！幸福唔兩少哦，BB 課還有暗號。靈魂中醫啊，我係冇想過，有時候啊，感覺到有人老人加油，真溫暖哦。哦，很甜哦，我來轉嘞。你做得上來轉戲冇當然做得啦。 ？OK，Thank you。什麼啊？唔使客氣啦。你愛你來冇？我去加一下帶。行到呢隻靈魂呢？安尼啦，下禮拜吼，嚟攞靈魂哦，將強下過來啦。好，期待愛見你哦。天光一點啊。再見。
早点回去休息。喝酒了。但是我今天把洋酒的行销计划给做出来喽。真的啊？那我的小罗一定很累喽。哇，只要看到你就完全不累了。衝動現成，成功結果。哎，阿明，我聽你去做區。你妹還有天發拜訪會做咩？開酒店給你，那有了糧食出紅蟲嘅，我愛打天花不慢啦。講起一撮吼。林芬，你怎麼來啦？你來找周大姐對不對？你管我？喂，我们是来找安妮的。找我？什麼事啊？有一點點小事情想要拜托安妮。可是我們這樣出去啊，這麼不巧哦。哎，什麼事你告訴我嘛？我才不要告訴你嘞！哼！哎呦，不要哭了。安妮，還是說你什麼時候回來？我等你好了。好啦，就拜託你，咱來談談看，兩人又會變乜個把戲啦。從古幾片吼，我自家去就做得嚟啦。真的嗎？好啊，好啊。安妮，我不會耽誤你太多時間的，拜託啦。好啦，你就答應佢啦。希望哦，機會讓佢老熟貴啲啦。好啦，耶！好，那我們走吧。嘅，你都要慢慢打嘴鼓啊。好啦，拜啦，走吧。别客气啦，这里的下午茶很好吃哦，我请客。謝謝。你找我有什麼事嗎？我想請你幫我。我覺得你好能幹哦。也沒有啦。有，我每次看你做事情啊，一下子就可以弄得乾淨利落哎。哪像我，都快開店了，連茶都泡不好，就想來想去，想說你是做業務的，又很聰明，應該可以先教我最重要的事吧。最重要的是。就是記賬啦，我都不會，又不曉得怎麼記賬。老闆娘一定要會記賬，對不對？先吃啦，先吃啦，吃完再教我。我可以吃一口嗎？謝謝。阿強，要加油哦！
恭喜你，恭喜！谢谢。谢谢各位，欢迎光临。不啰嗦茶店今天开张，我们有冰博绿茶这条50杯免费哦，请进，请进。今天罗当来请客啊！好，谢谢，请进。阿強，今年按多呢，同啷嘅咯？有乜嘅愛按嚟聽數嘅嘛？唔是啦嘛，大佢啲唔係按你們辛苦嘅。我嚟聽數忙下，按無限啊！不用了啦，龙妈，不用了，你休息啦，我们忙就好了。啊，點解不打先啊？歡迎光臨，謝謝，歡迎光臨。阿 Q， 阿鵬，容易啊！哇，好难得哦！我还以为你搭车上来会迟到呢。阿強啊，快點，我當日要來捧場啊，有冇？美女呢？美女啊，美女。唔好啫，原本嘢好不容易貓王生主要強下嘅，唔捱得咗一隻啦。明明就有，你刚一听到美女的名字，脸就红了。我去叫她过来了。我係唔派車好唔好？阿伯，阿伯，我向來羅當嘅啦，阿伯。羅登，都乖。好來，多謝。阿強，哦，就4 B 了，你有咁樣還付唔到？哎呦，喺工作嫌小事情，唔可以講啦。係課上過考咧，一下搶銀行喪費。嚇？你講銀行上班？誒，做唔得係冇？唔係做唔得，佢唔搶嘅。你而家只後錢嚟哦，足量下，乜唔好搶太子？哎，有人講嘅，你自家做調價，還像死鬼一樣嘅。我羅強咩？羅強，謝茶。阿潘，你知道吗？美女现在被调到苗栗的学校去工作了。更新一下资讯啊，免得有人进度落后了。你也曉講客家，做得好，然後同事講客家吼，嗱個感覺吼，真件真好咧。來，小姐，唔連款嘅，也就咩事？今天生意超好的。啊，好歡喜哦！誒，你向我去唱歌好冇？冇王生人族，好叫我向下唱歌咧。好，就去唱歌。一起去唱歌好不好？一起去嘛。唱歌。羅強，點分？安妮，我嘟嘟下班，正好經過了 free，恭喜你哋哦！各位，
这位是小罗的同事，也是我的记账老师。啊，对了，安妮，我们要去唱歌，你们要跟我们一起去啊 KTV 啊！错啊，强欢喜啦！有美女嘅作伴，爱歌上一天歌卡站。马上爱拼。好，系讲喺真件嘅蒋姐妹，唱人为安妮小姐。唔限名嘅很多美女嘅美女啊，你要喷就好啦。你用啥鬼暗？我都听到不行吗？哪壶不该提哪壶啊！哦，条下当然冇讲过。安尼，大家就强欢喜唱歌啦，庆祝阿强开店咧。好啊。蒋姐妹啊，蒋姐妹点解哟？Pretty woman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pretty woman, you kinda like to me, pretty woman. I don't believe you, you're not the truth. Yes, couldn't look as good as you. 不是。怎样？现在看到他很害羞。Pretty woman, summer wild. Pretty woman, summer wild. Pretty woman, give your smile to me. Pretty woman, yeah. 老强，那调酒嘅促销情况以后呢？这首歌会不会唱？真的啊？你都40年可以办应用版了。看比看比。有听到吗？没什么啦，在想啊。想太多了。我刚问你，这首歌怎么唱？美女，我欠你一隻飛士利啊！美女，看到你哦，我真歡喜啊！唔同歡喜，真勁嘅。真嘅咧啊！按你講，唔怕人朋友冇歡喜嘛？天啦，我冇女朋友啦。
天意，天意，咩无天意啦？我冇女朋友。衝動完成，成功結果。小姐，你的饮料来了，谢谢。哎呦，消退了一点没啊？叫阿全开车来了，我先送你回去哈。不行啦，这样回去妈会担心。哎呦，还是在这里休息一下好了。好啦好啦，那我去弄点热的给你喝啊。谁找你啊？小刘啦，扣119。喂，小刘啊，干嘛啦？扣什么119呢？小罗，我跟安妮在曹董的店里，曹董还没答应跟我们买酒，可是我们都已经差不多喝挂了，你可不可以来一趟？你们怎么这样就喝开了呢？加了苏打水啊，容易喝又不知道醉。哎呦，好了，你们不要再喝了，我过去看看。拜。你都这样了，还要去哪里啊？哎呦，小刘跟安妮他们拼成这样，都快喝挂了，我要过去看看才行啦。你发高烧哎，头又痛成这样，去了也不能干嘛？不要去了。哎呦，我会照顾自己的啦，你让我去嘛，好不好？我去一下就好了。你让阿全他们送你回家吧。好，我会振作的。拜拜。小罗，请扣礼貌。好你嘛，来，他敢冲啊，滚逼！妈咪。真今天年中豪杰啊，你冲量的啊，无用的西来人啊，唔看人去烧纸啊，安用章有冲买酒诶。董事长，来咱们饮酒啦。好，干杯！干杯！董事长，哎，你快叫！哎呦，董事长，你啉酒有冇醒来呢啊？哎，看到我啊，欢喜啊，来紧啦！唔係嘅驚嗌，你倒一下張來，我發酒張對啦，發神秘。哎，錯啦，哎，發神秘啦！啊，排聲啊！哦，連這度都行嘅啦，你些工啊，捱落啦。你冇上過啦，你把你戒啦。你啦，冇上過啦，你些工啊，是啊。董事長，天意不要。好。用暗好神哦，買個酒咯，哎呦，捱買嘅嘛，好神啊！好事。第三杯啊！來，我拼啊！好，董事長按支先。是哎呦，對你照顧我啊！哎呦，真好。唔好樣講。
干杯！干杯！好哩好哩，时间差唔多诶，天哥十个啦。好，小罗，天哥做唔得冲慢来哦。好，来啲咧。哎，曹总，曹总，佢下条故事嘅酒诶。哦，小罗，慢慢来咯，唔是急啦，来看你诚意到哪？下来，都是偏动。陆强，啉到水啊！你去跳哪？你有按啥喂？基本上係攰哦，都發燒啊！看你还有二來啊！小劉講唔掉，堵唔掉啊！哪有啊？小羅、小張，你們先回去，我想我來送就好了。來，OK。陆強，你放下個梯子到那邊啊！陸強，石力先生，不好意思，麻煩到集美。7676，出去加油加油啊！530，出去嗌聲00，出去記啊！衝動現成，成功結果。也许是注定，我真的希望能多点好运。我用一生一世的情，等待一生一世的情，牵你的手，
空起来了，大家过来食者啊！你葱也糕诶，真好糖啊！试试看我铁皮做的沙拉。唔好意思啊，昨晚无爱失水咧。系啊，迄个唔好啉暗多，结果伊起家最多暗呢。我去sản婦，迄唔幫佢啊？当然啦，我真冇跟我嘅面蟲就救命咧。佢我要對你用辦麼？放心啦，你冇只有要失神，還有我一定會負責任。點都很看我睡沙發，睡到腰酸背痛呢。嗰陣時候，大家說新主來嘅哦。安子生，手也用你哦，然後係很像嘅啦。繁陽嘅字面啊，我就唔知咧，做乜嘅台尾嘅菜條飯哦，都唔歡結醬嘅啊。係啊，按娘就對你嘛。你看，我鐵皮做嘅沙拉也係用結醬調嘅，你係咪攞嚟捧場呢？試試看。真有相反咧，唔可以隨人嘅調酒哦，出嚟做。阿娘去解釋掉啊！什麼朋友請你啊？唔係啊，我無下課嘅。誒，安妮啊，我講你大周心情真好呢。因為我有一隻新嘅願望。新嘅願望？應該唔係像唔唱嘅張清芳嘅歌，想要出嫁了吧？我當然講吼，情感都係有願望哦，就要講出來，較快實現啦。真嘅呢？啊，出到義務土里啊，做啲提倡一下哦，上網追求嘛。喺我想要結婚，我嫁得出去冇？經過我本人嘅評估哦，你嘅祖傳做到按好勢咧，做一隻好姑娘哦，絕對冇問題啊！馬年拖到你哦，一定懂幸福啊！咁，我想介紹幸福嘅你冇？安妮啊，我有女朋友呢。你還沒結婚，你還有現在嘅機會啊！講笑啦，我冇講笑，我中意你。你唔好靠我外表當現代，其實我心度係我真傳統嘅。那唔係我中意你，絕對唔會本你衰人嘅面重。我已經聽你嘅話，將我嘅願望講出來咧。你下開始，我愛實現那個願望。是噶，按好食嘅菜條飯做唔得打送嚟。在也以前，我嘅感情世界超連歡一3年，唔識有什麼嘢老愛主動過。回想起來，我老安妮一開始就有好印象，係因為同鄉嘅關係係，也係身體合得到，也像係緣分。知道嘛？還有飯呢。我識過咧，係按做咧，唔用咪都人啊。
担心你嘛。昨天晚上没有跟我联络，而且你又发烧。对不起，我喝醉了。有没有好一点啊？规晚无转来，是酒醉，到底愈顺啊？唔係啊，安妮等下轉去夾學校，去安撫啦。安妮，你同伊迄嘛个關係啊？啊？伊個細奶，伊個細妹會鄉下過夜，唱嘛個戲啊？唔啲不卡永遠頂咩？羅媽，莫想講啦，阿強喺 V 度工作，而且我相信小羅，安妮也不是這種人啊。哦，原來安妮救了你耶，那我下次要買個禮物送她咯。唔免說因的哦，做嘛個事情要佇分寸啊。係啲啦，係咪？先生，爱发好嘞。拄好夹条水果啊，安尼较酱较像颜色咯。好。美女，蔡美女先生。哎，阿潘。你愿意让我重新开始吗？根据这个可靠消息来源，他潘世豪要是还爱着蔡美女的话，就要积极行动啊！我会每天跟你报道的，好不好？我用。哎哦，听难了。从你们身上我学到幸福，从你们身上我学到快乐。我知道在外面的某一个角落，有人默默为我加油，关心着我。假使演也就从来特早做出头嘅，希望演也就會心態和起期待曾經嘅快樂，演也就幸福嘅童年，演也就強行嘅路，就算演一下嘅神發覺知有一片天空，有難同當，演也會有福同享。謝謝你們陪着我一起走。